来看这真怪奇的代志，这是屏东的内埔乡呢，有民众发现讲，这路口的机车台转区竟然是用黄色的擦甲画起哩，而且呢，个字个写个歪个起错。另外，伫个里港呢，嘛出现这一架变做是两架的机车的台转区。警方表示讲，乌白画这交通的标线，上悬是会使罚到2400块。一台乌多摆停伫台转区等红灯，毋过我近一看，敢若怪怪。这个台转区用黄色的油漆画做一架，字阁写甲淡薄仔串，和一般伫路顶看到的差真济。屏东内埔乡雷东路和寮北路的路口出现，毋知影啥人乌白画台转区，是互附近的民众看甲雾煞煞。占大部分是拢无啦，因为我住伫遮，逐工咧看。我觉得哦，应该不太需要。那你为什么要？因为那边有画待转区啊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自己画的，有人自己画的。啊，我还以为是政府用的嘞。另一边伫里港的里中路和中山路路口，明明就一个台转区，中线阁加画一条线，分做两架，嘛是互人三无长。伫路口做生意的头家讲，原底是画一架，毋过进前乌水港路灯铺了后，施工单位煞甲画做安尼，因为另一架超过中线，不时有乌多摆停伤出来，伫路口冤家。甲真可能嘛差不多要1年有啊，但我嘛感觉怪怪，因为伊的中线，伫即个来照你讲是假。啊，你也要为家，你是不是用迄条白线爱浮条？擅自画设道路交通标线是违法的，不只要立即清除，最高还可能被处以新台币2400元。针对内部的台转区，交通队表示，按照道路交通标线的规定，真正的台转区是白色四角形，宽度差不多15公分的标线。另外，里港分做两架台转区，县府公务处表示，会赶紧派人定位，嘛会找出当初的施工单位，进行责任厘清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